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7个本土病例，有49个人带病入境。新地一间公司的主管验出阳性，处理3个人嘛拢确诊。玉山气象站伫透早5点又搁落雪，积雪有1公分悬。今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南下，北部佮东半部会连续落10天的雨。头一届的台湾日本安保伙伴关系论坛今仔举办，斯洛维尼亚的总理嘛表示，准备要甲台湾互相设代表处。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增加17个本土病例，有49个人带病入境。新地有一间公司的主管验出阳性，处理另外3个人嘛拢确诊哦，感染源是阁无清楚。联邦银行嘛阁增加5个员工，甲一个亲友确诊，计共已经有23例。西提关注案嘛已经有29个人患着病，相关的人员嘛有9个人患着。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病例有17名。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的有49名，本土的个案，好，这17名哈，有几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在新竹市一家公司里面哈，好的一个主管确定哈是阳性，那接着对他家人哈也做了采检，那家人3名的家人也都是阳性。那目前他这个感染源哈还不是很清楚，那另外是哈就已经沉寂很久的这个联邦银行在匡列中的，那原来采检的有5位员工，那由阴转阳，所以在联邦的这样的个案里面哈，员工本来是13名染疫，那现在增加5名变18名，那相关的家人哈朋友本来有4名，现在增加1名变成5名。在西提的个案里面，在1月7号又增加了1例，然后另外一个是1月9号去用餐的人，总共也有1家3口，有3个人，这3个也染疫，所以整体在西提这个染疫的那等于是第一波他的员工里面，到目前是有4位染疫，那用餐的在1月7号里面是现在有7位。那在1月9号用餐的是15加3，等于原来15位，那加上今天的3位，那相关的关联者原来是8位，现在增加1位，变成是9位。过来，昨一口气增加17个，拢是甲西提牛排群聚案有关系哦。其中有14个是甲西提牛排有关系。有医师是认为讲，感染源可能是伫病所，若是确诊者使用过马桶的附近，拢会受到病毒的污染哦。也毋过，有专家表示，上袂当放心的是新北市阿东病院护理师迄个。若是感染源毋是伫病院，就代表讲社区有稳定的传播链，嘛恐惊讲阁有还未发现的病例。国内新冠疫情继续升悬，17一款增加17个本土个案，其中14个甲西提牛排群聚有关系，甚至也有高中生甲确诊者无共班也互感染。有医师研判，病毒传染源真可能是伫病所，因为有国外研究显示，若个确诊者使用过病所、马桶附近，拢会互病毒污染，加做病毒传播路线。口罩要戴好，从你开始脱裤子到穿裤子的时候，一只口罩就戴上去。第二，马桶要盖上来。第三个，你要洗手的时候，必须要用肥皂洗手。也毋过，比起西提餐厅群聚，有专家表示，较烦恼的是新北阿东病院确诊护理师，因为伊无照顾确诊病人，刷着病。若讲感染源毋是来自院内，代表社区真可能有稳定的传播链，也有其他避波段。这个不明原因的感染源发生，其实不是只有一件的哈。那所以社区应该是有一些隐形传染链在慢慢在蔓延。那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隐忧。因应疫情1922疫苗有约平台，拜二早起10点起提供第20期疫苗有约第3期，以年纪分流有约。有长者较袂晓使用网络登记，透早就来找里长斗3工。我每次预约什么的都用不到，因为年纪太大了，也笨了，也。里长好，里长帮忙。专家提起今年主要流行株 Omicron 传播力比 Delta 也较强，
建议民众农历春节进前上好将疫苗做好做满，佮尽量减少大型聚会活动。若出现症状，佮有相关的接触史，都要量早做体检，应该会当有效控制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嘛拖到新地咯，三民国小就接到通知，讲学校有一学生胃着病，所以宣布当提早休寒，学校嘛开始消毒。市政府表示哦，这个学生一家伙4个人拢确诊，目前嘛扣出工作场所的接触者，甲学校的老师、佮学生做采检来居家隔离。提早放假啊！透早上课的时间，家长赶紧把囡仔送去学校，才知影学校已经提早休寒。新竹市三民国小一个学生确诊，今嘛拄好等到学期期尾的时间，相关的期末考嘛已经考煞，学校是赶紧停课大消毒。先放寒假，对，他有事情老师会联络。好，所以今天不用上课？今天不用上课。OK， 是为什么？因为有小朋友确诊。新竹县宜民中学17暗时啊，因为有个学生做伙大的亲人确诊，学校宣布停课14天。新竹市府紧急甲确诊者做伙大的3个亲人居家隔离，而且做采检，结果出来3个人拢确诊，其中包括一个三民国小的学生。目前工课场所拢总扣了59个人。三民国小的师生嘛有59个人居家隔离，而且当地做采检。与这位学生有相关接触，包含他自己班内的一个学生，以及他有上相关的一个课程的老师，总共全部的学生加起来，加上这位学生，总共是有60名哈，其中包含了50位的学生以及10位的一个老师，好，但是这是都在匡列的部分。今天早上凌晨，我们有接到这个益民中学也有学生确诊的消息。那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该校停课14天，也同时采取疫调。即马本土疫情拖去到新竹，目前确诊者感染源不明，详细疫调还有行踪，还要等新竹县市政府来公布。因为新竹地区停班停课的情形，包括明星科大、新竹县某一间幼儿园、宜民中学，还有三民国小。目前加上明星科大第2个确诊者，官方估算已经扣了700个人做采检，希望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阻断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阿东病院非专职病房的护理师昨确诊，阿东病院体检5000多人，结果全部拢是阴性。目前嘛是搁在找感染源。这个护理师伫13有带2个囡仔去台北市树林的科教馆、甲儿童新乐园佚佗。迄天嘛一寡国小伫校外教学。台北市嘛针对5间学校834个人做采检，结果嘛是全部拢是阴性的。年关得要到，台北市长郭文哲伫10日透早去万代鱼类批发市场、甲第一果菜市场来看，关心民生物资的这个供应情形，嘛甲打商有因讲会来加速市场的改建进度。因为这个去年昆南市场爆发群聚感染，市府表示讲，假使中央若是有同意，批发市场过来大型试办疫苗护照。如果中央礼拜4开会同意我们使用疫苗护照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些资料。那借以后，我们就会可能在我们的公有场馆先来做示范。那批发市场因为它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地方。因那新北阿东病院非专职病房护理师17这天确诊，伊捌伫13这天带2个囡仔去台北市树林科教馆，还佫有儿童新乐园。伫迄天有真侪国小来到这个儿童新乐园做校外的教学。台北市就今日公列5个学校，拢总有834个人来体检，体检的结果拢是阴性的。大约到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所有的采检结果出来了，就是5个学校我们采检的结果都是阴性。因那确诊的这个阿东病院非专职病房的护理师，阿东病院是专门来体检5000多人，目前体检的结果拢是阴性，因为这个感染的源头不明，还佫无法度来断定讲这个护理师伊的消化路线。我们会往前14天不断的去做整个了解这个感染源的源头。那我们现在亚东医院跟我们卫生局全力的在追查整个感染源，我们希望能够快速厘清。为着要保护学童的健康安全，新北市大成伫这个校园来设动疫苗护照，要入去校园都要来出示有做过2剂疫苗的证明，也是讲健保卡，是毋是会来扩大到其他的行业？校友仪表示讲，目前是要以校园为主。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市体传播链佮继续在拖哦，今仔嘛佮增加2个人为着，是信义国小甲华盛顿幼儿园的学生啊。桃园确诊的学生人数嘛已经有14个咯。市政府嘛宣布讲，国中佮高中只要考试考煞，就直接休关咯。家长带囡仔去幼稚园的门口，不过门煞是关密密，因为桃园市体餐厅的传播链持续伫炭烧。学校佮新增加2个学生确诊，是中立的华盛顿幼稚园甲信义国小的学生。市府是紧急宣布停课14天。在本周暂停以上的各种营队、社团、校队的练习活动。新增加确诊的2个囡仔，传出车到要甲因爸母做伙去西体餐厅食饭，经过扩大采检，一家伙4个人，敢若有老母采检是阴性。卫生局表示，一切要由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来说明。因那桃园确诊的学生人数已经到14个人。市府阁宣布，国中甲高中只要期末考考煞，就直接休关。即马确诊者一直咧增加，桃园袂少社区的体检站早起嘛出现侪排队的人阵。平镇的新市市民活动中心，都有真侪民众，就算落雨嘛赶要来做体检，排队的人阵是排到户外的车路去。不过，这所含疫苗注射站的情形是天差地。桃园疫情是继续扩大，不过今日伫8地注射站者却敢若1个人来做疫苗，所以桃园市府也决定讲，今日符合资格民众拢会当直接到现场来随到随拍。就我觉得只要有时间上可以就去打，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做好疫苗的保护力的话，可以给更多人的保护。我觉得啦，因为我自己有2个小朋友没有办法打。排队注射的人敢若懒散几个啊。桃园各地疫苗注射站预约登记的民众拢无到100个人，平均预约量敢若有3成，所以市府嘛紧急宣布，只要民众有意愿要注疫苗，1月18拢会当免预约，直接去现场就会当注，要来拼疫苗的注射率，希望会当赶紧阻挡疫情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受到东北季风跟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移动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拢会落淡薄仔雨，中南部地区的云会较高，其他的所在早暗天气嘛拢较凉冷。玉山气象站伫透早5点又搁落雨又搁落雪，地面的雪是有1公分悬。窗仔外一片白茫茫，行来外口涂骹出现薄薄的一层雪，高度大约1公分。伫玉山北方的玉山气象站，18清早5点出现雨含雪做火热的状况，规个观测站四界白雪雪，气温敢若0.9度。到下雪到6点半结束，是有一些在融的，但是温度没有很高，目前还是浓雾，所以有慢慢的在融。玉山气象站的人员表示，雨含雪同齐落的现象一直落到透早6点半，日头出来了后，雪渐渐扬起。合欢山是因为无够寒，目前敢若落雨。原来玉山的白云山庄，伫清早7点温度是2度，而且佫有大蒙雾。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的影响，各地拢会落地渐雨。其中这方面的北部甲东北部雨会较粗。我们预估星期3、星期42天。东北季风还是影响我们华南雨区，仍然一波一波靠近，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下雨时间长的区域，仍然会有整天都是下短暂的阵雨。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各地就像我说的，下雨会比较零星一些。气象局提醒讲，包含宜兰甲嘉南的北海岸，拢有可能会落大雨，中南部也有落雨的机会。接下来天气也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除了东北部也是会落雨以外，其他的地区水汽会豆豆减少。不过各地早暗也是较凉冷，民众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日本的国会今仔举办头一届的代理安保伙伴关系论坛，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主张讲，要来推动台湾关系法的立法，来强化台湾甲日本的合作，嘛来警告中国。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是表示自民党的内部有针对这个议题做过讨论，嘛表示认同。台海紧张局势清悬，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伫17个国会演说的时阵，强调讲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安尼嘛，互台日关系正受到注重。18台日来举行头一遍的国会的这个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调委赵天麟伊主张讲，策动台湾关系法来立法，加强台日合作，而且借这个机会甲中国讲，唔通来亲门打虎。一个台湾关系法的建立，我相信也可以告知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冒进改变台湾局势的代价一定会过高，不应该轻易尝试。
赵天麟认为讲，台日是命运的共同体，假使讲若是立法成功，安尼就会当来突破过去这款无平凡的对待。参加会议的日本情况维护大臣中山泰秀，伊是表示讲，自民党的内部有组成台湾关系法小组来讨论这个议题，应该要大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要守法保障经济安全，就亲像台美之间嘛有这个相关的保障。例えばアメリカを中心に、アメリカの領域内、領土内で、例えば演習、軍事的な演習が行われる。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そのことも国会の演説ではっきりご本人の口から演説がなされております。现任的总务副大臣嘛是国会议员，点点如明。伊认为讲，面对即卖的国际局势，日本应该爱来实施现实主义的外交，并且修正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甲自卫队的法律。这对日本东北亚的安全，拢有较正面斗大的帮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斯洛维尼亚的总理杨萨接受国际媒体访问的时表示讲，斯洛维尼亚嘛，等下甲咱台湾讨论互相设代表处。总理阁表示讲，伊支持台湾人民对主权的各项决定哦。咱的外交部是表示感谢。斯洛维尼亚的总理杨萨最近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表示，斯洛维尼亚当咧和台湾讨论要互相设代表处。伊表示，台湾和中国拢有成立的往来，中国无道理阻挡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经贸关系。Actually, we are working on establishing, to exchang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ourse, this will not be the level. This will not be the level of the embassies. It will be the level, the same level as many of EU member countries already have. 杨萨表示，斯洛维尼亚支持台湾人民对主权的决定，只要是无外部压力或者是军事威胁所做的决定，斯洛维尼亚拢会支持。另外，针对进前咱国伫立陶宛用台湾号名设代表处，立陶宛受到中国用经济来报冤仇，杨萨认为这款想要甲小国家孤立起来的做法实在恐怖。杨萨总理的一个真知跟拙见。外交部我们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外交部我们会持续包括跟斯洛维尼亚在内的一个全球民主的伙伴，来深化彼此的合作以及各领域的一个友好的交流。有学者分析讲，最近主张支持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也有斯洛维尼亚，拢是中国伫中东欧成立的17+1合作机制的成员。这反映出伫美国甲中国、各美国甲俄国的对答之下，欧洲国家开始选择和自由民主国家徛做伙。在这个区域有一个17+1。区域合作组织之前，立陶宛已经声明要退出17+1。现在这个斯洛维尼亚，他做了这个表示，某种程度上是骨牌效应，他用不同的方式，现在正在发酵之中。我相信他们都很希望获得美国、北约更多的关爱。学者也表示，台湾若是会当和巴尼干半岛的斯洛维尼亚互相设代表处，这代表咱国的外交范围对原本的中东欧向南平扩大。另外，未来敢会当比较立陶宛用台湾号名设代表处，这也是外交工作重要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长林志标空袭土地开发备案，和检调来做贪污甲洗钱的被告，等下接受调查。林志标伫今仔嘛召开记者会，讲伊家己是受到政治追杀。相关账户的金流，检方都已经讯问相关人等请回。我们严格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这个激流用地的这个部分，都委会变更为住宅区，是为了减低县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议会有意见，全部都经过法定的程序，现在还是原编定，也就是机关用地，哪来的处理？各单位都。针对宜兰机关用地变更争议，林志标否认讲有独立家己的家族是外界编排伊罪名政治抹黑，伊嘛出面强调讲，伊家己是清白，望司法会当行伊公道。
再来看台铁伫去年发生道路骨合事件了后，状况嘛是搁真济。交通部今仔举办新春记者会，嘛表示讲，台铁改革嘛是今年上重要的工作目标，会提出当上当发的机制，办公会当鼓励员工，嘛强调讲，只要甲安全有关系，出问题一定会严格来处理。台铁昨日发生酒吧区间车伫对分车的时阵，弄到挂台意外。虽然无造成意外，不过台铁迄天收班了后，紧急下调挂台边20至30公分。台铁对早发现这个所在临时挂台是伫迄年8月铺设完成，佮经过台中干部段检查班检查合格了后启用，将调查了后追究责任。对一直发生拦山事故，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未来将要求台铁用当赏当罚制度，只要是关系营运安全，一定会追究责任到底。当然，他有做对于整个公司的营运或是安全上面有正面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希望台铁一定要这个重赏啊。那同样的，如果尤其在安全部分没有落实，那我想这一部分一样，我们要求要重罚。王国才表示，台铁伫改革中陆续出现小状况，不过小状况拢有可能是未来会产生大问题开始，所以交通部将要求台铁一定落实标准作业流程，佮导入航空规模 SMS 安全管理系统、第三方安全评价、正式铁道检查员机制。另外，公司法有关是目标后一个会期将公司法条例送行政院。本来在上个会期就是要送进去，然后经过现在经过一些讨论，还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内容，那当然也有一些同仁还不了解，所以这个我必须再到地方分会去做一些这个说明的部分那我们初步是下个会期把公司条例送进去。另外，针对台铁超过30年的老车零件较无好处理，交通部也将甲国内大专院校合作，未来朝零件本土化方向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凤阳国中一个细娘的体育老师，伫去年底担任导护，去互一台从红顶的轿车弄着，人即马是搁倒伫病院，还未清楚。学校要协助伊来申请保险所发现讲，伫导护工作出代志是无法度理赔。教师团体嘛批评讲，教育部逐当拢开大钱帮老师买保险也毋过真危险的导护工作煞无保障，这实在伤过离谱啊！高雄凤山国中有一个细娘的体育老师，去年12月初咧做交通导护的时阵，煞互一只从红顶的轿车弄着，交大要个咧昏迷。伊的翁婿毋来照顾3个囡仔，该负担医药费。虽然学校有到申请教育部统一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想袂到这个保险敢若会当伫学校过世的时阵才会当讨赔。教育团体批评伤过含糊。那个保险好像是一个骗局。那教育部花了3000多万保这个险。第一线最危险的老师竟然不在纳保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夸张。本地掠准会当保障导护工课的保险，经过这摆事件，才互真侪老师发觉讲，学校若是无过失，根本就袂当讨赔。而且这个细娘的老师要搁咧昏迷，肇事者赔偿的部分，家属嘛无心力去处理。目前是学校、教师团体甲教育局斗总医药费。不过教育局也说明，针对学校职工卫福部会统一保团体险，若导护老师会当照公布等等的相关办法，请保险甲慰问金。公务人员他如果执行职务，他意外伤亡的时候是有慰问金的发给办法。好，那这个是包含他如果有一些因公伤亡，会有一些保险费跟慰问金。虽然不是完全无保障，不过高教散认为，公布等等的补助是公教人员本地就有的保障。若交通导护是老师另外减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工课，就应该爱另外制定规范甲保险。因安算过年后会联合各学校甲教育局谈团体协约，保障导护的工课。若教育局表示，会针对导护工课相关的保障建议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皇帝福寿的药剂可能因为可能的致癌造成机体容易回定禁用了。也毋过最近这款药剂又搁出现伫市面上，惠林地检署嘛查到相关的原料有8档，半成品甲成品有3档嘛抓到嫌犯有13个人以上发办。12号，云林检调指挥警方来到云林导览这间工厂，看到一包一包的氯化三苯酰原料，
原本是限用咧油查房屋，但看有不合业者向环保署申报进口后，超过20公吨流向不明。经检调调查才发现，拢被起来造成伪造农药。传唤及拘提被告13人到案说明，讯问后证被告涉犯违反农药管理法，罪嫌重大，分别予执新台币1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云林县地检署表示，绿化山本时原本是私人咧荒地金宝梨用药，但因为空间的地硬等原因，早就被农委会禁用在农作几啊年。但近期发现市面上合法台金宝梨药剂使用量变少，经追查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和高雄6县市，发现有农药行来卖这款的伪造农药。绿化山本席来讲的话，对于人体它在肝肾方面来讲的话，都有相当的这个危害性。阮拢熟悉，无熟悉，阮唔捌去赶。咱都拢个人可以讲你咧开，阮来甲你买，阮买久来，咱计熟悉。伊无熟悉，伊唔敢推销假互咱来。有农民表示，虽然将整理整地，准备来补一期稻仔，都要先用药来防治金宝梨。对此，云林地检署表示，目前搁咧追查这个案伪造药的上下游，包括使用者和农药行，嘛要呼吁农民爱向合法业者来买农药。如果有发现异常，检举破案，最高会当领到50万奖金。记者云林报道。因为疫情，再加上香港的环境改变所以搬来台湾生活的香港人是袂少。台湾香港协会最近启动一个计划，要来帮助伫台湾开店的香港人斗相共来宣传，望讲会当来形成一个台港经济圈。头家做甲真实手，有出真在地的港式年茶。这间香港小店，搁伫台北巷仔内底，有香港人来台湾上思念的家乡味。这2年因为疫情冲击，加上香港经济严重，来台湾生活的香港人侪啊，其中有袂少人选择开一间店来做生意。为着鼓励这个店串联，台湾香港协会启动大大京港小店助力计划，能够达成一个共同提升声誉的效果。所以大鸟带动小鸟的效果就会产生，逐渐成就台港同行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店不限于从香港来的新的著名的开的店。理事长桑普强调，嘛欢迎台湾的在地店家加入你计划，无资金也会用来协助店家宣传，嘛会协助在台港人的社群连接。上重要是形成一个台港经济圈，目前已经有超过30间的店家来响应。我们没有忘记过香港，没有忘记过为香港共同付出过努力的人。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更加正式遇到一般理念相近。重视普世价值的在台港人，争取多一些有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跟支持，他们就可以去发展自己。然后他们不单是斗士，他们的生命的斗士，也可以当他们生命的农夫。伫台湾的香港人爱团结，佮希望甲台湾这块土地共存，以行动展现捍卫民主自由的意志，嘛要互每一条消费拢更加有意义。记者郭灿、郭俊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京当季奥运2月初4要开幕，也毋过因为北京伫15出现头一个奥密克戎的本土病例北京冬奥组委会昨就决定讲，比赛无要卖门票，会送票予一寡特定的观众甲团体来现场看比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表示讲，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办一场简单、安全、精彩的奥运比赛。离北京冬奥开幕，敢若剩半个月，原本北京冬奥组织委员会就规划讲，无要对海外观众来卖门票，敢若住伫中国的民众会当来买门票入场。因为奥密克戎的疫情已经探到北京，15有通报头一个本土的病情。组织委员会官网伫17日暗时也公布，无公开来对外口卖门票，而且是组织特定的观众入场来观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视讯会议顶端表示讲，中国有能力来甲北京的冬奥办好势。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北京冬奥组织委员会表示讲，因为疫情还阁真安导，决定讲无要公开来卖票，大改做定向组织特定的观众来观赛，并且要严格遵守新冠疫情的相关要求。中国外交部强调讲，本届北京冬奥上大的特色就是绿色环保。北京冬奥会3大赛区，26个场馆，将历史性的首次实现100%绿色电能供应。这意味着每年可节约490万吨标准煤，减排1280万吨二氧化碳。北京冬奥会伫2月初4上场，不过因为疫情的算长，海外甲本国的观众拢无法度买票来入场，会对卖票甲变成做送票予特定组织的观众来看，这嘛是冬奥史上的头一倒。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昨发表一个调查报告，指出讲全球10大好野人哦，因为这波疫情性格又个变背，变甲如何野。也毋过，世人嘛变甲愈善哦，经济暴力造成的好野甲善是愈差愈大。全球10大富豪之一，亚马逊集团的创办人贝佐斯，已将家己大部分的资产用来创办太空探索公司 NASA 起源。伫去年7月，伊坐旗下太空火箭升空。同款的疫情期间，行销私人太空旅行的，也阁有特斯拉集团的创办人马斯克。根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调查报告，全球上界有钱的10大富豪，因为疫情会互资产翻倍。不过，世界上上善车的人收入是减少。The pandemic has been a billionaire bonanza. When governments did the rescue packages and pumped trillions into the economy, into financial market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economy for all, what happened is a lot of it went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billionaires. And in fact, as a whole, on average worldwide, the 99% of humanity is worse off. And a large amount, 160 million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poverty. 富豪的财富一般会呈现伫个持有的股票顶悬，政府挹注资金、股票帮地产升值，等于互钱流入去富豪的手头。不过，伫社会福利较薄弱的国家内底，贫富的差距是愈来愈大。乐施会伫逐年世界经济论坛展开，拢会发布调查报告。这边发现讲，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1月期间，10大富豪的财富对7000亿美金增加到1.5美金，平均每天会增加13亿美金。不过之间的这个增长差异真大。马斯克的财富增加超过1000%，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是30%。If one were to tax the 10 wealthiest people, the 10 billionaires, on the profits made during the pandemic at 99%, we would be able to pay for vaccines for the whole world. 另外，从2020年3月疫情大爆发以来，差不多每天拢有一个新的亿万富翁来产生。全球10大富豪内底，马斯克、贝佐斯甲比尔盖茨的财富翻倍，是世界上上界善30亿人的6倍。这款情形，互讲是经济暴力，嘛造成每天有21000人因为欠缺医疗照护、枵饿、性暴力、甲气候变迁来死亡。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Omicron 变种病毒伫全球的滚价做出莫德纳预防下药厂表示，上紧3月份就会公布 Omicron 专用的疫苗临床试验的数字。另外做一档就会当来对付新冠病毒甲季节性流感的疫苗，上紧伫2023年的秋天就会当上市咯。对抗疫情，除了防疫措施，也怪可药化。传播性正强的 Omicron 侵袭全世界，莫德纳正伫咧开发针对 Omicron 嘅专用嘅疫苗，要开始临床试验。That vaccine is being finished to be made. It should be in the clinic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we're hoping in the March timeframe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data to share with regulators. 莫德纳也正伫咧开发一种自制嘅疫苗，会当同时对抗新冠病毒甲季节性流感。若顺利，上紧2023年秋天上市，一寡国家会当先做到。Working on the RSV vaccine, and our goal is to be able to have a single annual booster so that we don't have compliance issues where people don't want to get 2 to 3 shots a winter. 这是伫咧2022世界经济论坛实现会议的时阵所讲到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未来。莫德纳不认为甲疫苗优先供应国较好嘅国家受到严厉批评。班塞尔今年吹讲，自加强检验的几个月，
防护力可能会降低，今年秋天可能要做到第4针。不过专家质疑这种必要性，包括是不是应该也阁有另外广泛的强劲加强针。美国公卫专家佛奇讲，目前无证据显示加注加强针会破坏免疫系统。伊认为大家目标应该是研发出一种加强针，会当研发出对多种针材变异毒株的反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即马真侪国家拢在做第3档的加强剂，也毋过以色列伫顶个月已经在做第4档咯。昨嘛公布一项研究成果，讲做加第4档哦，对预防感染奥密克戎嘛是效果无介好，也毋过嘛强调讲有做嘛是较好哦。因为确诊者的隔离时间会使对7天缩短到5天哦，快筛阴性得当解除隔离。为高风险族群做第4期新冠预防针，以色列伫咧顶个月领先全世界做第2期加强针。不过17公布一份报告显示，做第4针虽然会当提悬抗体水准，不过也是无法度预防 Omicron。 We know by now that the level of antibodies needed to protect and not to get infected from Omicron is probably too high for the vaccine, even if it's a good vaccine, to get over this. 不过专家也是认为，替高风险族群做第4针也是有一寡好处。但是已经做过4期预防针的财政部长李伯曼宣布伊体检是阳性，目前是居家办公。Omicron 变异株伫以色列造成真侪确诊的患者，就要隔离，造成经济负担。以色列10月才将隔离的时间缩短到7天。总理巴奈特即马阁宣布，自19开始，确诊患者隔离的时间自7天，搁再缩短到5天就好。 מדינת ישראל עומדת עכשיו בפני שיא תחלואת גל האומיקרון. לכן אנחנו רואים הרבה מאומתים והרבה מבודדים. הדבר הזה יוצר עומס כבד על המשק. לכן קיבלתי החלטה יחד עם שר הבריאות ומערכת הבריאות ומומחים לקצר את ימי הבידוד מ7 ימי בידוד ל5 ימי בידוד. 不过班奈特也讲，未解除隔离就要先快筛阴性才会使。伊认为新的规定会让以色列维护公众健康的时阵，也兼顾到经济。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华人有新疆人士指控讲，市区的人行道设计拢无考虑到因新疆者的权益，亲像是住在病院附近的中央路、路树、电箱哦，是严重阻碍着通行。因只好甲轮椅塞伫马路顶头，骑机车来来去去是真危险。得到新疆朋友实际来到花莲住在病院对面的中央路，人行道拢是机车，也有店家放的各种物品，就连公部门设置的行道树，也有电箱，也严重影响新疆朋友的通行，只好行出电话卡甲人行道。走到跟汽机车来争道，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是我们身障者要负担这个责任，还是店家，还是这个肇事者呢？私人占用的部分需要警方处理，也毋过新疆者讲，公部门伫规划设计人行道的时阵，亲像无较济同理心。尤其这段路会当讲，大家拢有新疆朋友要去病院附近是看病，遮尔啊侪年来惊险就医，煞无人重视。人行道路面的设计过于倾斜，那还有衔接面，它其实已经破碎，或者路幅的角度斜度太高，这都很不利于这个使用轮椅的民众通行。警方表示，违规的部分会请派出所加强执法，也毋过人行道地上无设备牵涉伤济单位，需要各部门统一检讨了后，才会当提出改善办法。地面坑洞破损的部分，公所可以来先优先处理。那有关整个人行道的改善，我们也会跟花莲县政府来讨论提报计划，来争取整体改善。新疆团体建议地方政府爱要求设计厂商也是施工单位，实际坐轮椅、试看马影，敢会当通行，才会当将无障碍空间变得较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甲台科大组成的台湾大学系统哦，已经计共有超过6万人次伫无共学校来授课。嘛，因为学生通勤的需要，台师大是建议讲要设一个通学的铁马道哦，要伫3间大学来设脚踏车道，甲沿路相关的风景拢甲伊串联起来，方便学生骑脚踏车上课，嘛会较安全。时间管理甲家己的能力拢无问题。台湾大学系统的台大、台师大甲台科大学生，拢会当去其他2间学校授课。要安怎去？有人坐后价间的公车，有人骑奥多拜，嘛有人骑 U bike。
主要是在师大夜市再到台大那个路上，因为有时候会是早八课，那他们有上班高峰，所以会很危险。骑单车为台师大去台大，路上的汽车甲机车真侪是真危险。为着让三间学校老师学生同学更加安全，台师大倡议同学单车道，嘛就是伫咧三间学校之间去设特色单车道，初步规划对着河滨的河岸单车道、路线上底单车道，甲经过古亭甲公馆相款真热闹的单车道这三条主题路线。在里头弯曲的走，有非常多坐落在整个城南、台北城南的历史古迹。3个校区里面，南北向的自行车道都 OK， 唯一的缺陷就是东西向。台师大表示，倡议同学的单车道，但是落款伫咧台北市政府，亲像护地甲公共自行车道，依然是市政府的权利。参加论坛的台北市交通局副局长陈良明表示，六公尺甲八公尺的路要用公共的自行车道，即马是会使的，尽量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哦，佮继续在讨论，有一寡民间团体哦，早起就伫立法院呼吁讲，国政党应该爱先讨论讲目前共识上悬的18岁公民权，佮有降低修宪的门槛这议题，互修宪会当有具体的进度。我们都看到，各党在选前就已经提出了18岁公民权的朝野共识，在现在的修宪委员会，难道就不是朝野共识了吗？烦恼立法院各政党会甲关键修宪的时间相相新，民间团体去立法院呼吁，伫咧修宪委员会时阵，爱积极来讨论18岁公民权、降低修宪条件等等的宪改议题。2025年就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在政治的结构上面要反映自己的权利是刻不容缓。在决策的参与，应该要让青少年的声音被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权衡跟回应。修宪正义它应该是个世代正义的议题，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不应该再排除青少年的参政权。18岁公民权是属于各政党有共识的提案，不过希望少年世代得到更较公平权益的时阵，民间团体嘛指出，台湾修宪的条件太过困难，若是立法院无85席立委的同意，修宪案就无法度送出立法院。就算送出立法院，政党若无全力动员，那安尼修宪复决，罢免是无可能超过965万票，所以修宪的条件有需要放零。集中在几个议题上面，就是降低修宪门槛。超级高的这个修宪门槛是阻碍国家跟社会进步的一个力量。另外，民间团体嘛关注人权条款，也佮有国家人权委员会入宪等等宪改议题，希望各政党唔通有政治利益的操作，才袂互2015年修宪破局的情形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的手机啊、平板电脑，佮有电动车，拢有会当充电中互使用的二次锂电池哦。这个锂电池内底有真有价值的金属，过来回收了后，大约有一半拢会送到国外去处理。最近环保署甲工研院合作，开发出成本真低，就会当取得重金属的技术。那么做伙来了解。会当充电中互使用的二次锂电池，普遍运用伫手机啊、甲平板电脑内底。而且愈来愈侪民众使用电动汽车甲机车，环保署预估，到2025年，二次锂电池的废气量会达到1100吨。目前一半是送去外国处理，不过其实伊内底的金属，亲像钴是真有价值的。环保署甲工研院合作，研发出新的技术，会当用较低成本，甲内底较纯的钴，用新的技术炼出来。我们现在黑粉只能卖80元1公斤，但是要氧化钴可以到800元1公斤，有10倍的成长。防现杀的锂电池会经过家用复萃、筛选、分离、甲纯化等等的过程，落尾形成附加价值较悬的氧化钴。工研院强调讲，甲国际技术来比，安尼会当减少空气污染，甲降低成本。环保署嘛认为讲，这对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有帮助。高价的这些稀有的这些金属资源呢，留在国内，让国内形成一个呢循环的一个产业链。目前国内二次锂电池的回收率要到5成，是无真悬。环保署解释讲，可能是袂少无利用的电池，民众放伫咧厝内，并无摕去回收。未来会想办法来提升锂电池的回收率，互资源会当进入循环体系，有效率来重复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玻璃公所顶日举办万彩头的活动哦，有学校带囡仔来体验，嘛，互因会当体会农民的辛苦，珍惜食食。一大龄囡仔居伫田林，看起来有够认真。原来因是咧烤菜头，看到家己烤起来的菜头，阁水阁大条，囡仔拢有够欢喜。拔萝卜好不好玩？好玩。你拔了几颗？3颗。这回南投玻璃电工所和农民合作办烤菜头的活动，除了予囡仔亲身落田体验，更较重要的是要予囡仔知影饭桌顶的菜是安怎来的，了解农民的辛苦，珍惜每一喙食食。我们有些小朋友啊，他们根本都还不知道说，萝卜到底长在哪？我们希望说让小孩子认识到说，萝卜其实不是长在树上，它是长在土地上。连接这个菜头粿之外，真济这个食物的这个食材吼，萝卜是一个足重要的吼，会当透过这些吼，有小朋友来这体验。现场除了有烤菜头的活动，嘛有教囡仔安怎做菜头粿。伫咧现场食到香公公的菜头粿和菜头汤。佫会当甲家己烤的菜头炸转去厝，有食有掠，囡仔拢算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科技大学伫4档外前成立咱台湾头一座社区林业中心。最近中心发表5本即几档社区营造地方创新的成果报告书哦，嘛有翕做影片，咱做伙来看卖。屏东科技大学伫4档外进前设立全台湾头一座社区林业中心。办真侪课程和活动，透过生态保育和自然资源的经营，来创新社区营造，提升在地竞争。即卖也已经看到成果。我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让社区林业中心连结各地网络的伙伴，去推动社区林业。社区林业中心主要是利用林业经济，结合社区营造，推动地方创新。4档以来串联下关市的6个社区合作，做定协助在地推广、行销和生态各文化的保存。除了在我们屏科大这个地方的基地之外呢，我们也在全台湾各地选了6个社区来成立我们的伙伴的网络。我们的中心呢，事实上呢，就是呢，把我们学校在林业还有在生态保育，另外呢，在林下经济呢所获得的心得，然后呢传授给我们的地区的社区。屏科大的校长表示，因研发农业科技嘛，同齐注重实践，甲地方产业的结合，希望甲知识转化做实际的力量。即摆社区林业中心发表5本技术手册，佮有制作影片，或是要经营在地的社区参考，则会推动社区林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国定古迹台南水道100年哦，园区有1933年日本亲王亲手种的实物，也毋过因为冷气已经撤掉了，也毋过官方哦特别保存部分的树基，嘛设计真做文创的纪念品哦，咱做伙来看卖。经过2年拍打，文资建材银行的专员，甲一挂对水道瀑布管内的琉球熊，切做是一地一地擦角啊，回手经过钻探，就变作是真受人欢迎的文创商品啊。它生长速度跟一般的松木不太一样，它其实会比较接近黑松，生长速度的话是更慢的，它的质地也比较紧密一点。那通常像刚才我们干燥完之后，会带到我们工作间这边来，然后去做裁切。这挂琉球熊是1933年由日本亲王福建江浦基亲手种的，迄当时有种8丛的琉球熊，经过8年了后，有6丛已经打冷气。2019年开园的时阵，敢若剩2丛，2020年再死1丛。为着要甲珍贵历史记忆保存落来，透过台南市文资建材银行，甲打冷气的琉球熊刷到建材银行协来进行保存。那在移除的时候，我们特意保留它的材质，就是希望能够延续这一段历史，这个琉球松的材质，还有当年这个窗框，就是日式员工的宿舍的窗框，做了一个纪念牌，让来到水稻的博物馆的人，在今年能够带一片历史回家。今年是原台南水道做好的100周年，博物馆要做各式各样的纪念品，要来见证水道发展的历史。加上用原台南水道所写的桶仔坑所做的茶坑是更高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化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昨伫台南挂牌，文化部表示讲，望讲园区的成立会当来保存前辈文学家的创作，嘛也邀请专家学者做伙来讨论出未来园区的规划甲方向。
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推动委员会正式揭牌，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周良德欢喜比如讲，妈妈总算有心啊！台南市政府嘛规划出一个场地。未来台湾文学国家园区的这个预定空间，就选伫总衙艺文中心对面的大屯珲春库。未来这可望成为推展文学的所在。这个仓库土地超过7公顷，周良德表示，过去因这代惯是用手写，真侪手稿作品的保存，拢互大家偷听。未来园区若建立，唔但互这个文物有安心之处，嘛通互民众有一个行打的所在，认捌台湾文学。这已经也老啊，即马若过身了后，这子孙就甲好好调，摕去称斤卖掉，这吼对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爱册的人哦，这是真痛心的代志。有一个所在通好囥，安尼的时阵大家拢真愿意。怎么样把台湾文学的保存、推广，甚至延续，好这件事情是文化部会跟台湾文学馆一起来努力。那至于说要不要用一个园区的方式来彰显我们台湾文学，这个事情就是看大家一起来讨论。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即马初步规划推动委员会成立了后，就会马上开始讨论。周良德认为，无论安怎，已经是行出一大步。台南除了台积电，嘛期待台湾文学正做另外一支成果。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南报道。2021年是太空科技大爆发的一年哦。为咗迎合 NASA 起源甲 SpaceX 三大太空科技公司，拢甲一般民众送到太空咯。今年美国的 CES 消费电子展哦，嘛先增加航太科技，咱嘛做回来了解。片仔短短翘翘的德望者号太空飞机，外形看起来敢若是太空梭甲飞机的混合体，由火箭堵塞，会当载人甲货物来回地球甲太空，而且会当用几多遍。2019年已经摕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量产的许可。这礼拜举行的 Las Vegas CES 展，有一台9公尺实体大小模型机，安装伫今年开始飞行。全个商业太空时代来临，人类人去太空生活。And what are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hat's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space is no longer the domain of governments. It's a commercial arena now, and companies like Sierra Space and obviously SpaceX and many others are starting to come forward to develop rocket ship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do business in space. 此外，还佫伫咧服役嘅国际太空站已经正久啊爱换新 ，NASA 甲代替计划委托予民间机构进行，研发出德望者号嘅 Sierra Space， 还佫母公司美国航太企业内华达山脉，按算伫咧10年内建造出铺伫咧地球轨道上嘅太空站，伊是几多个长期模组组成。比传统嘅太空站结构更加轻、更加紧密，其太空站嘅材料甲燃料就是用这台德望者号太空飞机送起嚟。2021年有真侪太空探索的行动 ，NASA 开始筹备未来的月球加火箭的任务。12月选出4女6男10位新的候补太空人。在同一个时间，日本的火野人前泽友作家己开钱去哩国际太空站，记录伊12天的太空生活，传去哩 YouTube 互大家看。10月时阵，俄罗斯导演甲吕明星抢着头香去国际太空站拍电影。另外，三大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蓝色起源甲 SpaceX 也分别甲头家布兰森，也个贝佐斯经典的影集《星际迷航记》内面演可可船长的男明星威廉沙特纳送去哩太空。And these things are cool,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re saving our euros and dollars and so forth for a holiday in space. 一撮太空旅游至少就要几60万美金，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无啥可能的代志。不过，太空商机的潜力唔那是安尼。Sirius Space 所规划的商业太空中心，会当用来进行生产制作，会可能用因的载具将产品送转来地球。进前所放出影片，会当看到德望者号伫咧无人驾驶的情形下飞行，也会当甲商业客机同款降落伫咧指定的坡度。比太空舱飞行的时阵，落个海要怪几河，更较有效率而且安全。其他业者也有更加大胆的想法，亲像是其某一寡小型轻挖矿、生物制药的应用，或者是某一寡特定科技的制作。而即马拢已经唔是科幻小说的内容。在过去几10年，由国家主导的太空计划，以研究、探索、做好人类为主要目的。
伫即马商业太空时代来临，企业所想的是上太空发大财，虽然还有正大的风险，不过有机会当赚大钱，就互航太工业摕到正侪资金，技术会当进步，成本会当降低，效率也会当提升。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